环境部推动性别友善便所，按算伫个5栋内要投入2亿外的经费来打造。也毋过民间团体针对现有的性别友善便所去调查，所发现讲这合格比率是无到3.4%，所以要求爱赶紧改善。 那伫便所外口看到一款顶冠用无共色水和无共身份图样画的标志，这是环境部对去年开始推动的性别友善便所。然后对今年开始到2029年，要投入新台票2亿外。伫咧5年来，这款便所要增加到1246座。目前环境部已经列管831间，有35.9%有摕政府的补助，但是有民团就去抽查149间的便所，发现敢若5间有合环境部的规范，合格率是无到3.4%。 149间里面有75间根本不是性别友善厕所，而且就是高达占比是超过一半的58%的。那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，环境部目前列管的这个性别友善厕所清单，明显的有滥竽充数跟不当挪用的状况哦。 环境部有要求性别优先便所要符合安全和温书保护等5项价值。根据民间的调查结果显示，大部分是无下条件。民团就建议环境部要改善这款乱象，而且要有清楚的标志和说明，好要用便所的人了解什么是性别优先，也有便所内底的设计。它必须要软硬体并重，不是只有花钱去补助硬体的这个增设哈，但是性别平等的概念必须要被真正的落实，也就是理解的这个概念哈，非常少有它这个使用说明，导致民众对于听过这个多元性别厕所，但是往往社会大众会把它简化成男女厕所。我觉得这是个很粗暴的形容，因为这种简化会直接引发社会大众，尤其是女性群体对于隐私和人身安全的担忧。 针对民团的建议，环境部是回应讲，因会去请教专家，搁再确认性别优先的定义，嘛会和各部会各单位斗阵合作来实践性别优先便所的理念。记者陈新东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